好，何西阿书第4章1到3节，在1059页。1059，好，4章1到3节，来，我们请嘉锦帮我们读好吗？来，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好，第4节到第10节。我读上半节，大家读下半节。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既叫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必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知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后，一起来，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好，我们上礼拜是4章1到3节，4章1到3节是讲以色列人呐，所以他整个聚焦在全国的以色列民。我们上礼拜有讲过，第一方面，他争辩的意思是那个控告。上帝控诉他们没有上帝子民的3个最美好的品格，没有，一个是无诚实、无良善、无认识神。然后呢，第二方面，他们违背了上主的律法，就是这一些，就是第2节所有的。然后他们不要以为个人的那个灵性的素质不好不守律法是个人的事，不是，是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环境、整个社会，这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信息。好，今天进入第4节。好，第4节我们整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好，这里开始整个做一个大转折了。第4章4到19节可以分了好几个段落，那我们今天只读4节到第10节。那第一个段落就很清楚的，先来看4章4到10节，4到10节是指着祭司，他专门在责备祭司。第4节开始到第10节，全部在责备祭司。那既然是全部责备祭司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到1到3节，把1到3节以色列人犯罪的根源直接归咎于祭司跟首领。那这一点呢，就引起第4节的争辩。这个争辩呢，就分成两个部分。好，来第4节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那我们的中文本很不容易读出它的真正的意思。那我用那个有人照希伯来文重新翻译的，我读给大家听哦。不是随便任何人被控诉，也不是任何人被责备。我所控诉的是你们祭司，这样了解吗？这样听懂了吗？好，中文的现代译本说：祭司们啊，你们不可以控告人民，也不要指责他们，因为我要指控的正是你们，这样了解吗？所以他前面在
责备以色列人第1到3节，那些祭司们洋洋得意说：“何西阿讲对，讲得好，讲得好。”好啊，结果呢，他就反过来说：“拜托啊，你们这些人是罪魁祸首啊！你们的祭司是上梁不正，怎么样？下梁歪啊！你们把整个国家这些人民带到罪恶里面去，你还在那边洗手表明无辜，不对。”我们来看第4节了解的意思以后，我们来看第5节。第5节跟第6节用2个平行的4对平行句哦。这是用箴言的写法，平行句来。第5节上半节的平行句是什么呢？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好，平行的是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样跌倒。好，五西第3节哦。我必灭绝你的母亲，然后呢，第6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这2个都对仗的，有没有？好，你弃掉知识，对仗的时候，我就弃掉你，好，对不对？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然后呢，你既忘记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用对仗的，这个对仗是叫做同义对仗，这样了解吗？一个事情的同义对仗，好，譬如说也有是反义的对仗，这个同义对仗。那我们来了解这段圣经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表达方式，不仅结构上是平行对仗，好，而且反映作者他对于那个以祭司、先知这些人的堕落，他讲得很清楚。他怎么堕落法呢？来。我们来看第5节，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第5节来，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那个照理说祭司不可能日间跌倒嘛，白天走路怎么会跌倒呢？表示他们祭司公然犯罪了，了解吗？先知呢，夜间跌倒。就先知比较不敢呐，因为先知是负责责备人的嘛，他不敢责备人，他晚上偷偷的啦，这样了解吗？意思是讲先知一时弄得吃酒吃个醉松松，祭司先知就骂他们，喝酒怎么可以喝酒呢？而且酒后驾车呢？那先知晚上呢就自己偷喝，反正就这样意思。所以这里在讲什么事？讲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在犯罪，而且日夜跌倒。意思就是他们都悖逆上帝。好，这里有几个问题我们要来看。来第5节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第5节下半节说：“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拜托个呀，跟母亲什么关系啊？跟母亲什么关系？祭司跌倒，跟他母亲有什么关系？这里讲什么呢？其实他在用那个以撒母耳为例子啊。撒母耳在还没有出生以前，他的母亲叫什么？哈拿哦。所以基督教很多人取名女孩子人取名叫哈拿的，康纳哈拿。以后基督徒有没有人取名叫拉结？有啦，拉结现在名字不一样，现在翻叫瑞秋了。你看电影里面很多明星叫瑞秋，就是拉结的意思了。好，那为什么祭司犯罪他的母亲要被灭亡？因为撒母耳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他母亲已经为他祷告，分别为圣，向上帝许愿。所以祭司的母亲是非常的重要。母亲可能因为儿子的失败而受累，为什么不提父亲呢？因为祭司是世袭的。在他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才可以继承父亲的职业。所以祭司的品性如何，大部分是教养他的母亲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他的责任很重大。所以在这里只提祭司的母亲，其实实际上是指的祭司的家庭家教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牧师的儿子是魔鬼的孙子？听过吗？牧师的儿子是魔鬼的孙子，这是欧洲英美的流行的话。
你知道那个全世界反基督教反的最厉害的，几乎都是牧师的儿子。你听过尼采吗？尼采是牧师的儿子。尼采呀，哲学家尼采。其实我可以举出一两百个啦，我不想举了，没有意义了。为什么牧师的孩子会堕落？因为在家里嘛，整天都听到父亲或者母亲被欺负，在埋怨痛哭，说了解吧？我女儿，我大女儿跟二女儿去参加台湾的第一届的 PK 营 ，PK 啊 ，PK 叫 Pastor， 就牧师的儿子的营会啦。我女儿去参加了，参加了当天一报名了以后，就赶快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可不可以来载我了？我要回家了，我不喜欢了。”我说：“为什么啦？那个是专门为牧师儿女办的，他参加了。不要啦，他们讲的那些我都听得受不了，我都受不了，我要回家。”我就把他们载回来。我说：“到底要讲什么了？”他说：“每一个人都在痛哭了，被教会长子欺负了，被会友欺负了，什么什么啦，什么说啊？他说，可是我们家都没有。”他说：“对啊，牧师没有欺负人就好了。”啊，就他说他不想参加那个，结果伤痕累累，一堆都是伤痕人。啊，如果牧者自己没有进前而虚伪作假，请问牧师在讲到下面的儿女会怎么样？受不了，会觉得很丢脸，我会觉得很丢脸啊！尤其那个牧师娘，这个专门要教养近前的儿女，那个所以母亲的责任太重要了，那个家庭重要。你知道上一代跟下一代那个连累的好严重，尤其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以利，哎呦，他两个儿子是糟糕什么地步？人家在祭物在献祭的时候，不是来杀钱嘛，哦来了，要献给上帝就是哦来杀上给行行的价啊，哪有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在会幕公然的跟那些。就是因为巴黎宗教的缘故把那些人跟那些人发生了淫乱啊，人家跟他的老爸讲，他老爸说：“我知道了，哎，不处理，不处理那个这个，所以呢，这里，请大家真的要为牧者的儿女祷告，尤其牧者的儿女都几乎都有那个反叛期跟叛逆期，其实我都不说叫做叛逆期，叫做。主体意识建立起啦，请问我们家的孩子有没有？有啊。说为什么我要来聚会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聚会呢？我孩子跟我抗议，说我可不可以？我聚会就给你打瞌睡，让你很难堪，我就趴着睡。我说好啊，你要趴着睡好了，那没关系的。我这种抗争啊，这一些东西都是他们成长的阶段，能不能多一点包容，而不要牧师儿子应该怎么样？对吧？牧师儿女太多压力了，对不对？你怎么没有好好学？你怎么没有爱主？你什么啊？你这个没做。结果牧师孩子说我爸爸当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为什么要这样苛求我？好多动不动就是在学校也会这样贴标签，所以是很辛苦的。那做母亲的母亲说，这里告诉我们，真的需要为牧者的家庭祷告，因为撒旦魔鬼攻击，第一个要攻击的是教会。哪一个人应该是攻击牧者啊？攻击牧者攻击什么？一定攻击他的什么家庭？家庭就变成破口所以实在是很辛苦。我们来为这个祷告哈。好，我们来看第7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好，在这里先我们要。读第6节，对不起，我们忘了来。第6节来，我的民既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的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想以色列人从此以后悔改，以色列人他们的儿女一出生。都怎么样？就要教导他们认字，而且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真的是犹太人。犹太人在15、16年前，他们诺贝尔奖的已经到了1/4，4个诺贝尔奖有个犹太人了。
厉害吧？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真正能够拿到诺贝尔奖的，就只有李远哲，到现在还没有接棒的人啊。他们4个就有1个，而且犹太人哦，常春藤名校，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教授有1/4是犹太人啊。其实犹太人人数很少，全世界犹太人数总共2200个了啊。台湾多少个？2300嘛，哈，我们还多他100个啊。常春藤名校的教授。2300万，对了，对不起，我说错了，2300万。哎啊，他们2200万，结果常春藤名校的学生20%是犹太人，20%是犹太人，好特殊哦。所以我有一个老朋友宣教师，他就讲啊，他说我最恨2种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如果有这2个人在我班上上课，我最好拿第3名。他说这些人都用功的不得了。好，犹太人他们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他们一定让孩子读文字。好啊，这个观念呢，我们来看他们所有何西阿哦，那个责备他们经书哦，使他们整个人悔改跟反省。所以他们孩子一生下来没多久，一认字以后，就要求他们背陀拉、摩西五经整本背，整本背啊。背5卷，他们背诗篇做祷告。好，来这里讲到我的名，意思是上帝这样的称呼是多么的慈爱跟怜悯。我的名，对不对？然后他们没有知识，这个知识呢有加上一个定冠词，希伯来人的定冠词叫哈，用英文的 the， 这定冠词是指着属灵的知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而祭司是要教导上帝的圣约、上帝的约书、上帝的律法，那个职责是这个。结果牧师没有教，结果整个严重的失败。然后就说：“你既忘记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上帝的律法是生命之约，《申命记》32章47节，是使人得赐福跟受作主的关键点。祭司最专职的职分是从事教导，结果他们竟忘记了。这里所谓的忘记哈，我们的翻译啊叫忘记嘛，对不对？你既弃掉啊，我们这里是说既忘了你神的律法，这个忘了不是记忆的消失呢，不是呢，这个忘记也不是思想的忽略呢，实际上的含义是拒绝、弃绝，是存心背叛的罪，不可饶恕，所以上帝就弃绝他们的儿女。所以旧约里面最具体的就是以利，他自己轻忽上帝，教导上帝的律法。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大家为牧者祷告，牧师最重要、最严肃的道是应该对自己讲，同意吗？对不对？对自己讲，然后其次是对家人讲，自己跟家人都没有榜样，你怎么教导别人？我们都知道，榜样在教导之先嘛，对不对？你榜样都没有，你要教导别人。所以牧者没有榜样，儿女在家里看得清清楚楚，说你这是在骗人的，对不对？在应付人的。所以牧者儿女啊，你有没有发现，以利就忽略了，使他的儿子陷在罪恶里，所以他的儿子先后灭亡，连后裔也继续受咒诅。撒母耳记上2章12节到36节。所以祭司最忽略的是这个。然后呢，这个知识跟认识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跟上帝不是头脑的知识，是生命的关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好，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教会的牧者是最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圣道，教导上帝的圣道。我遇到一个韩国宣教士，就跟我提出挑战了，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以后就很少跟这个人来往。他说：“陈牧师，你在教会主日讲道哦，专心解经哦，嘿，时代不赶啊，在这后现代的时代啊，什么都相对的，他们要的是心灵的 SPA。你看韩国哪一间大教会，
谁在讲道的？没有人在讲道了。他就跟我这样讲了，他说不然你去参观，每一个都是在讲激励人的信息，就是心灵的 SPA， 激励他们把钱拿出来，把时间拿出来，然后呢，壮大我们的教会，人数多。我说哈这样哦，我真的不相信。以后我越来越多了解了，牧者是专门在台上，专门用 PowerPoint 声光，然后呢讲一些动人的故事，然后让人家流泪，讲这个，而不是讲上帝的道。我觉得这个好可惜。所以上帝的道哈，在教会历史上有2种，一种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要理啊，就是基督教把真理浓缩起来，然后教导的那个要理问答，要理好是教这2方面，使我们的会友们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我的人生，认识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认识教会，认识我活着的目的，认识我的管家职分这认识洗礼的意义，这2种啊。所以祭司一忽略的，一不教导，整个惨了。所以我在这个教会，我真的很想把绿本门徒教了，红本门徒开了。我发现原来红本门徒上完了以后，也可以上绿本，也可以上金本，也可以上紫本。而这个每一个就是继续延伸在研究圣经。那个绿本门徒是在教导创世纪跟出埃及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金本的在讲那个先知制作跟什么呢？约翰福音、约翰书信跟启示录。这些如果让我们完整了解圣经整个的信息，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牧者一忽略了，你知道吗？结果整个祭司自己忽略了，败落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想教呢？很简单嘛，因为一教出来说先定罪自己嘛，那我何必教呢？我认识一个牧者就不要谈他名字，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牧者，可惜他太贪钱。他的师母单单教琴，一个月交20几万，赚的钱还很会教。他自己的2个女儿都是北艺大的钢琴组，好优秀。他教了好多都上了师大，都钢琴组。结果为了一个执事的会友没有教，没有要来的时候，他没办法说，他说我已经排满了。整个那个执事整个家族反他，结果他离开了。离开以后就换一个大教会。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他的儿子国小资优班到国中来资优班，好优秀。可是他说我回家看不到妈妈，吃完晚餐都9点半了，都没有妈妈，因为妈妈就是人家下班来教琴嘛，教琴嘛，一教都教到9点半，他都看不到妈妈。到国2开始变坏，本来资优班的呢，开始变坏。然后呢，你很难想象，17岁就结婚了，17岁，然后整个堕落。现在恢复好了啦，那个孩子现在恢复了，都正常了，回到主流社会了。可是这个牧者以后从此以后，任何关于婚姻儿女教导都不敢教，都不敢讲，怕走了，都不敢讲。那我跟这个牧者很熟，我觉得好可惜。我在他教会实习过，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自己都做不到，做不到。我有一次还跟他同台那个证婚，他解经解起来后，把那个女人骂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怎么会这样骂呢？我知道他在后悔，他就这个儿子，他懊悔。所以祭司不敢讲的信息，我觉得他的问题在所以祭司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家人祷告。那我的儿女我觉得很感恩呐。那个我老大结婚的时候，我请他说，那个因为他公公要在台南请客，他说给我们10桌啦，免费的那个请给的啦，10桌，在那个长荣丽子。那我就宣称说，那这是你的婚姻你要讲。他说他就专门写说他在荣光堂在这边很多弟兄姐妹照顾他的，他一个写下来，他的钢琴老师，他的什么写了一堆，结果来了将近7周啊。他说好多人以前帮助我，他想到的
以前的荣光堂，他想到了从幼稚园读到高三，从幼稚园大班读到高三，想到的都是感恩的事情，啊，就很多人爱他，很多照顾他，这样很好。啊，虽然我们的孩子回来有时候会跟埋怨说：“爸爸，我在家里被管了，到教会荣民伯不会管我，那个也管我。”我说感谢主，他们管你才对。如果牧师的儿子被惯坏了哈，我不准我们教会任何会有给我们孩子压岁钱的，生日也不可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给红包，真的不可以，都不能碰。为什么？因为他收了以后，你知道吗？这个阿姨对他好，哎呦阿姨好，了解吗？这个没有红包了就不理人家，那就变很现实，大家都正常，同意吗？这个在这个教会里，我们这个教会就非常正常、非常正向的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想到都是很感恩的，所以好可惜，说为牧者敢教上帝的道来祷告，专心教导上帝的道来祷告，然后让牧者愿意让上帝的道来挑战他的生命跟生活跟服事。说这就是马丁路德讲啊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立场。马丁路德一个人面对罗马帝国，不是那个罗马教会派出200多个神学博士，彻夜审查他的那个，要他撤回去。他说：“如果我讲的任何的信息，我的讲章、我的论，任何信息违背上帝的话语，我就认罪，我就收回来。”结果那200多个博士找不出任何违背上帝的话语，然后他说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来看第7节。看第7节，让我们大家会更伤痛的是什么？来，第7节一起来读来。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这里描述了祭司人数增多，结果犯罪也增多。换句话说，祭司当中本身没有彼此的监督的机制、督责的机制，所以卫理公会很强调督责。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当卫理公会牧职会长，结果我去国防医学院哦，他们正好在发表论文，那时候他请我参加，看得好感动。我就在推动卫理公会的牧者的那个评鉴制度，结果一提出来以后，哇，真的惨了，被人家攻击到呢。我认为一个牧者应该自我检讨，检讨完了以后，请执事们来检讨他，这样了解吗？请执事们检讨说我们的牧者有什么优缺点，他哪些都没有应该改进的，然后请会友检讨，检讨完了以后，然后上面有教区长来检讨，有上面也有下面也有他的同工的检讨，这样子用360度的，结果我被骂死了。我说牧者应该坦然的面对自己的问题，人格的缺陷、个性的缺陷、品格的缺陷，能够勇敢的改进。这是牧者成长的契机，你们同意吗？结果被他骂到臭手。其实那个祭司人数越多，却越犯罪，表示他们之间本身没有彼此劝诫、互相劝勉，就人越多是越糟糕，这是很悲哀的。因为祭司都弃绝了律法，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弃绝了自己的荣耀。好。请问祭司的荣耀是什么？他这是一个那个我不会讲啊，这是它2个意思。来，第一个，祭司的荣耀是树立在上帝的面前，他有特殊的职责跟关系。他特殊的职责是教导律法，关系是他来到上帝面前献祭，为别人祝福，所以他是上帝真理的一个教导者。也是上帝恩典的导管，这是何等荣耀！所以他应该教导真理，活出真理，来教导上帝所喜悦的律法，而且让弟兄姐妹喜爱神的律法，又行在神的律法当中。结果他们竟然因着他们弃绝上帝的知识，这荒谬。好，第二个，他用讽刺的说法
说巴力的荣耀，结果但是意思就是说，他们第7节啊，祭司们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去拜巴力来得到荣耀，他们忘记荣耀单单归给耶和华。耶利米书2章11节，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不道德、可厌恶的异教礼仪，以这个为荣耀，是很糟糕。我刚刚接到一个信息，我一个同学最近中风，然后已经死了2年，我们同学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同学会，原因是他读高雄工专啊。那我们班上同学只有4个读五专啊，4个五专，4个读五专，1个高雄工专啊，3个是师专的。那师专的人又去读大学到硕士，所以我们同学相处的时候，他就不敢来，就自卑。那我们的那个老师参加我们同学会，都喜欢叫某某董啊、某某长啊、某某什么啊、某某校长。我们班上有5个校长嘛，校长啊、医生啊什么，我喜欢称这些称谓啊，他们就很自卑。我觉得就蛮辛苦的。我觉得以这个变成荣耀，人间的荣耀，做评断人的价值，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所以牧者，因为当时最流行的那些，他们当时的祭司就跟着流行。我是卫理公会最早用敬拜赞美的，其实我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次林宗敏执事跟我讲说，牧师你这样用敬拜赞美下去，我们教的会有五线谱都看不懂，而且古典诗歌最好的，经过历史筛选下来最美好的属灵的产业，都在你的手中落光了。罗米兄跟我讲的，不晓得还记得吗？那时候如今姐也这样劝我，我说吓死了。就改用普天颂赞，鼓励大家把那个诗歌学起来。结果卫理公有一个牧师指我的鼻子，他说：“陈启用，你再不搞敬拜赞美啊！其实我以前最早带的，你的教会大学生会走光光，以后都没有学生，你们青年已经跑光光，哪有这回事？好像跟着流行才是荣耀啊！不流行，做那些最辛苦的工作，一点没有荣耀，这是错的。”好，第8节更可恶。来，我们来读一下。来，第8节这个反省我们请大家用这个来反省我们。来，第8节一起来。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那个第8节是最有力的描述祭司跟以色列民同谋共犯的本质啦。这里有一个说，来第8节说，他们吃我民的那个吃的动词是喂饱啦。那个，因为我们中文翻不出来，那个希伯来人的意思是疯狂的消耗那些食物了，啊，满心愿意，而且那是都引颈张喉，想吃的那种感受，这凸显了那个祭司那个邪恶的热情，啊，这些受膏者的领袖变成放荡、纵欲。中那口无之欲，哇！然后呢，他祭司吃的是赎罪祭啊，你知道吗？还有挽回祭，你知道要出赎罪祭要怎么吃得到？要有人献赎罪祭嘛？有人献赎罪祭要怎么样才有献赎罪祭？犯罪嘛。鼓励人家犯罪嘛，你犯罪，反正上帝会赦免嘛，你就献赎罪祭嘛，赎罪祭我的王价嘛，塞哟，为了吃鼓励人家犯罪，他鼓励民众犯罪，又靠着随后所献的赎罪祭来满足自己的口欲，他吃的时候是这样子。我也认识一些牧者好喜欢禁食但是一禁食每次禁食都跟我比啊，你禁食几天，陈牧师？我几天了？我哪有在比那个呢？比那个你的功德都没有了，你像法利赛人一样然后禁食完了做什么？你知道吗？大吃大喝给他吸人。我当校园同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很强烈的律法主义。我在拜灵恩会的时候，都禁食，一禁食5、6、7天，
进入到一个地步，我在小便的时候怎么昏倒，血糖太低怎么昏倒，昏倒又头撞了，流血去送到那个大甲那个去开刀。师母，你带我去的吗？是啊。我那时候还没有跟他谈恋爱，他那时候你有参加了那个营会，这个撞了。看到你说你是包的那个。对，包一个这个。后来才去。我觉得用那种我刻苦比你还刻苦，我比你还属灵那这个已经很悲哀了。你有没有听过属灵的骄傲？骄傲就不属灵，属灵就不骄傲。你可不可以画一个方形的圆？那个不合理的然后完了再大吃大喝。这个为什么会第8节这样？你还记得那个伟正参加那个卫理公会的那个服务队去的时候就吃了一桌3000块的，吃到一半了还没吃完，有一个牧者说：“哎，不用，我们还有精卫，这不要吃了，再吃一桌6000块的。”结果那个伟正跟彭章来跟我讲，我埋怨的要命，气的要死。他说：“钱这样花的啊！”他说：“牧师，你以前在办夏令会，我们每一桌都吃的好少，一桌都1500的，讲一拜。我们以前办夏令会全部都我们教会在20-30个人办，我们到40几个人之后，我们办的夏令营已经办到700-800人了，600-700人了，全部都是总会没有补助呢，他们办一个营会是总会一补助就补助5万或者10万呢，我们全部都没补助呢，都这样在做呢，我们做福音工作嘛。我跟他讲说，补助了以后你拿到钱才要做事你没有钱你就不做事，很糟糕，就是这样就变成吃，不需要啦。好，我们来读第9节。第9节说，第9节是这个最有名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好，在这个圣经的真理有2面性。来，这里说，这就警告说，祭司你跟百姓一样没有例外你不能幸免于上帝的愤怒而遭惩罚你知道他们所行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他们大逆不道，犯罪，所以你不要以为民如何这将来的审判，人民如何？你以为你祭司，你的宗教的地位比较高，你的职分比较高，你就没有罪？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将来的审判，必临到人民跟祭司。所以在这里的对比是指人民影响祭司呢，还是祭司影响人民？可能不是在讲对比，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牧者做坏事，信徒没有理由说我也可以做，同意吗？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的牧者都蛮从众人格的，有什么样的信徒就有什么样的牧者，你同意吗？有什么样的牧者，就有什么样的信徒，这2个都是2面的真理。如果我们教会大家都很简朴，请问会不会牧者要怎么奢华的没办法嘛？对不对？我当年那个什么郑彩兰姐妹，她说她要帮我买一个2手车啦。我说干嘛买车呢？全教会人都没有车。我们那时候全教会只有2辆车嘛，一个是林荣敏执事的1400cc 的车，还有一个罗老太太的的儿子会载他来，另外车，连林继波老师都没有车。我说教会没有车，我干嘛要有车呢？我摩托车就好了，因为我那时候摩托车载5个人嘛，那50cc 的摩托车载我跟师母还有3个孩子，要探访的时候就载这5个。他说：“你最好买一个车，太危险了。”我说：“不用，这会我没有车大家彼此体谅嘛，对不对？如果大家都简朴，那怎么会那个呢？大家都彼此那个如果大家都渴慕神的道，我牧者就会被逼。你知道我有一个同学男神的同学，他就鼓励弟兄姐妹买那个巴克莱的圣经解经的书了，结果他没想到他们教会一推就20几个人买。
每一个人都很认真读的。他说啊，我惨嘛！我刚得哦，从巴克莱那本书，我讲的信徒每个都看到了，我都讲的故事跟那个都被他看的，我没办法用了，他只好去读英文书，读得累得要死，对，帮助他成长，大家一起成长，啊，有时候一讲到信徒说，牧师啊，这你几年前讲过啊呢，操生意啊，我个有时内无了，他说压力好大。我有一次遇到李秀全牧师啊。37年前他讲的道，我说李牧师，你那时候讲什么道来？内容我都整个背给他听，我听得冒冷汗。他说：“拜托你这种信徒我都遇几个，我就惨了。”因为那时候我也认真做笔记啊，我每次听完讲道我都做笔记，完了我至少讲给5个人听讲给5个人听，然后听完这种好，我们不要因为祭司跌倒，我要跟他跌倒了。每一个人对上帝负责任不要说信徒都不要听神的道，我算了，我也摆烂，不要了，大家都对上帝负责任，不卖拐卖美西砍头出兵，对不对？牧师砍头回应，他不读经不奉献信徒砍头牧师不奉献，哇，整天在互相都不用，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然后呢，第9节的下半节说：“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这他们虽然是集体名词，但是原意是他是个别的他，所以指的祭司跟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共同的责任我们要共同负责。但是这个。所以他们的行为被上帝看为恶的，必遭惩罚。那这一点我们来好好来。所以牧者要为信徒祷告，信徒为牧者祷告大家彼此带祷，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好，我们来看第10节。他们吃，一起来读来。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获，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他们吃却不得饱，祭司贪得无厌的欲望，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个牧者有的放弃的外面的世界，也在基督教里面追求世界呢，同意吗？那个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韩国了。韩国那个牧师问我们教会有几个人我说有差不多20多个到30个，那个牧师就不跟我讲话了。我印象很深刻，那牧师就不理我了。哈？哦，不止30个，好了，那几个差不多50个了，也没关系的。反正就不多就对了，反正就不多啦。然后他就叫一个神学生，找一个小组长来接待我就好了。找一个小组长接待我，了解吗？他呢，他就专门跟会督级的讲话。然后看教会400人的、300人的，他就找另外一个副牧讲话。那我呢是被派来跟神学生讲话。我印象好深刻，好深刻。他们是根据你的人数来决定你这个人的价值。难怪很多牧者聚会的人数跟他血压成反比，聚会人数一少，他就血压升高；聚会人多了，他血压就平静。整个都在比业绩的，好辛苦百货公司专门去。然后呢，牧者在一起以后再比薪水跟比待遇的。好荒谬啊！然后比教会的，比什么的？那时候小广长老会要请我去，好有趣啊！他们开的条件是荣光堂薪水的3倍，所谓3倍是加那个师母，他说师母来当干事，3倍他那个房子给我的木宅是36坪的2间双并，72坪。他说，他还跟我讲说，以你这种能力跟才干你在我们这边待的不会超过5年了，
一定被别的大教会又挖走了。啊，其实真的那时候台中有个大教会要找我去的，400-500人呢。但是牧会的重点不是在爬高啦，不是啦。你如果去抓权力啊、抓钱啊、抓这些哦，你永远没办法满足啦。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彼此委身啊。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跟信徒彼此委身，一起侍奉啊，不是追求那个钱啊。你们同意吗？不是这个啦。所以呢，他那时候说服我们教会的执事说：“你不要挡陈牧师的路了，不要挡他的前途了。他这边几年以后就会倒。”我觉得很荒谬。教会如果牧者应该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基督了，越走越卑微了，而不是越走越爬高了。我来荣光堂，他们也是跟我唱说：“哇，你来这边爽了，大教堂盖好了，而且这边路过的人看了，他自己会来，你也不用努力，你就躺着干，就准备退休了，退休就有一个大教会了。”我这样，我说你不要这样侮辱我好吗？不要再侮辱我，不要玩这个。所以他们吃饱了，这种欲望没有办法满足了。真正的满足是上帝要我委身在什么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委身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在贪那些没有意义的。好，那淫乱。那个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些东西。好，来淫乱的恶行招致绝后的咒诅。那个子女向来都是上帝的福分，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他的子孙满堂嘛，像天上的什么星星，海边的沙嘛。所以那些成才成器的就天上的星星嘛，那些不成才不成器的地海边的沙嘛。有人解释成这样子，我昏倒啊！那是形容很多很多的意思啊，不是要你分辨两种人啊。所以我整天看人，哎呦，你这天上星星起哦，你这海边沙哦，实在扯到这里去了，这是不对的。好，上帝在一对这个年老的夫妇所成就的，跟这一批人吃行淫，哇，无力还眼的惩罚，就是很荒谬。那些到处纵欲、到处播种的，结果就却没有。所以，上帝要我们的是第10节，上帝要我们的是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个真正的满足，就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行上帝的旨意。一起来侍奉他，在婚姻上专一，在侍奉上专一这一方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第4节到第10节都在讲祭司，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说，万民皆什么祭司，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像君王那么尊贵的祭司。所以这段圣经也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而言，请注意，我们是我们家庭中的祭司，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对不起，圣经上没有女祭司，新约有，为什么旧约没有女祭司？因为旧约的女祭司，我们下礼拜会讲，那个就是所谓的神女，是不对的。所以旧约有女先知，没有女祭司。但是我们新约而言，彼得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的犹太基督徒，所以是包括弟兄也包括姐妹。所以对我们家庭而言，我们是祭司；对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表达就是能够把上帝的话活出来。我这几天跟周连华牧师的一个会友在很深谈，哇，那个会友讲，周连华牧师很强调会友们应该在教会以外，在家庭在生活，都做一个非常好的人，让人家都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他说，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你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你也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使别人因我蒙福。祭司有2个最大的荣耀嘛，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就是教导上帝的道嘛。所以不是要叫你到人家的身边一直背上帝的话语，而是把上帝的道活出来，让人家看到我们就是道成肉身。好，上帝的道我们把它活出来啊。第二个就是为别人祝福，使别人因我蒙福。所以家庭要结婚，你的丈夫因你蒙福，你的儿女因你蒙福，你在公司上班，你的公司的人都因你蒙福。从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这一方面。然后因我蒙福以后，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这些人就是祭司的母亲。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一信主，他就成为祭司，我们的责任就好重啊，就好重，很尊贵，很尊荣，很尊荣。这一方面啊，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在教导我们，而且呢，我们在一起用神的道彼此劝勉，而不要人一多就犯罪，了解吗？最典型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跟中国人文化不一样，日本人集体嫖妓啊，没有罪恶感。南京大屠杀没有罪恶感，因为一起做嘛。所以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说叫《塞欧娜娜再见》，黄春明写的？那日本人千人斩都整来啊，中国人哦，嫖妓哦，都单独一个人去。我一个朋友他去嫖妓，结果看到他的岳父也去，那2个回来出来都心照不宣，都不讲话，都是行在暗中。我们村子有一个人哦，他跑去看歌舞团。结果后面有一个老头子，矮矮的，一直骂：“笑脸那炸电话了，卡变来了。”他转过来，结果是他爸爸。啊，2个回家都不讲话，好像行在暗中，就是今天讲的那个祭司跟那个先知啊。那我们基督不要这样子，我们彼此劝诫，我们彼此劝诫，成为一个支持网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段圣经虽然是给旧约的祭司。而且旧约祭司这么多的失职，主啊，你的心何等的伤痛！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讲真道的教会，帮助我们为你公会的牧者每一个人都忠心宣讲神的道，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渴慕上帝的道。我们渴慕遵行上帝的道，让上帝的真理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在职场，透过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活出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儿女也能够走上属灵的正道。愿主施恩怜悯赐福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